哎呦，你用这就捡来鱼缸？对啊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在用。买。那倒仔买是捡来鱼缸？头家，你拢在讲啥？我拢讲下来话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姨，一来一去的伊。今仔日要来去甲我甲约会啦，来去一个剃头店，洗到一个小派造型。我看这间店安尼，这个师傅功夫敢袂使？哎，男子汉唔免惊啦，来去。头家你好，你好，我阿姨啦。好。头家，我想要加一粒小派头。头家，咱家阁有啥物服务？哦，剃头，修面。修面嘛有哦。嘿，手手袂当修哦。系哦，袂要紧，手手那个招牌啊。高健康。高健康就趁这哦。洗头。哦，洗头，听起来袂歹哦。安尼我今仔日就趁这甲洗头好。好。头家，这是啥物？这高健康诶。你做大机诶，我耳孔跟你啊洗呢。无，迄毋是高丽内底。这是高出伫外口用擦的。啊，为什么有毛毛的？这叫做消失高清去了，你家己清洁。这嘛伤大吧？更较大机的。哎呦，这嘛真正是甲咧探水共款的。嘿，这甲咱想要掏空咧乌金啊。头个爱滴一个。嘿，甲你摕金仔出来哈。而且师傅，这个真正是袂疼的，我叫起来就疼。这其实拢我家己发明的，家己做的，家己做的。不过我边仔还有淡薄揪揪的，搁边仔一个。安尼你这一定有人在甲你想。哎呦，先怎讲？半夜耳孔是上将，一定有人念过想。倒口正乌天袂光，到底是啥啊？搁在想。好，这亮起来就出名的。嘿，你内面有迄个鹅毛，咧保护迄个物件走落。啊，但是阮较早有发明专门在抠耳毛的刀。哎呦，你用这就捡来鱼缸？对啊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在用。那倒仔买是捡来鱼缸？哎，袂听呢。哎呦，这啥？这消息啊，好消息按耳孔来，歹消息按耳孔出去。好消息为鱼缸来，歹消息为鱼缸出去。哎呦，要困起来呢。哦，这啥？这什么刀啊？这剃刀，阮学到就是这款刀。剃刀是要剃刀位？修面用刮，啊，这款刀的进前一组迄个清调的头。对呢，清调的头前就无头毛。对，啊，伊拢绑玫瑰啊。我怪叫做剃头刀。哎呀，可再可以啦，咱内先看这哦。这是啥物啊？较早无电剪哦，拢用这，这会当加平头呢。白头嘛是用。甲乌鲁巴骨啦。什么是乌鲁巴骨？乌鲁巴骨就是像迄个赌神安尼。哎，头家来一个乌鲁巴骨。哦，对，爱洗头洗洗哦。哦，你先去洗头。老师，你这甲阮阿嬷引导的浴缸回油共款的。对，迄40几档啊，这算上传统的。头家，你技术遐尔好，是啥物时阵开始做的啊？国民学校毕业就去阮遐过遐做啊。师傅，敢有想讲要甲这个剃头店传落去？有啊，传到阮后生啊，啊无这正统的已经拢无啊。毋过我看恁店里嘛是有收藏足侪无共款的物件的。哦，啊，我自细汉就足爱做物件呢，迄拢我家己做。头家，你感觉做这道上趣味的所在伫倒位？嘿，较早食头路的时阵啊，一个讲要娶某，叫我甲收一个，啊，迄阵功夫较无够，到尾啊。伊看见讲，啊，我要做娶某，叫你给我收一个，你安尼给我剃做兵呢？你有收起无？我唔知啊，我就走去变数米啊。你比起来哦。我比起来，啊，阮头家娘去处理。头家，咱做这道敢有啥物行啊来的话？做好3日烟斗。做好3日烟斗。嘿，做歹3日烟头。做歹就3日烟头。嘿对，因为做歹你头毛要发起来上无嘛，要3工就要摆安尼。是嘛？要来抹油啊？你抹起来吼，变乌鲁巴骨呢。真正有够烟斗。要拍就洗米咯，穿规丝。头毛就搁爱洗乌鲁巴骨。头家讲吼，这行业人爱水都要消失去。
拄则伫遐探这，我真正是舒适到要困去啊！真正是爱有这种老师，才会当做遐尔好的服务。哎哟，我真正是吼，缘投甲有春呢。甲阿嘉约会时间到啊，再会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嘉，今仔日来到高雄的公山，爱来甲我男朋友做一束西装，伊穿起来一定足缘投、足好看的。头家你好啊！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伊嘉，你好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今仔日想要做一束西装，西米露。是你讲叫西米露。哎，对。啊，我想要做一束西米露，爱安怎来拣的？来。两只手，哎，对。哦，看起来袂歹啊。你我夹看觅，哦，是不是无啥物好夹？你要好嘢呢？我想要做好夹。好，要好嘢我甲你教，啊无好嘢无能得教人嘅。好，不要好夹，这个先腾落。好，你搁夹看卖。即摆真正做好夹呢，拢会当跳舞啊呢。啊，即摆少年人拢做这种吗？对啊，这样这就是韩版的，较早流行较传统的，还是开机开中机的，啊，即嘛有开双机的，我这嘛是韩版的，我这是算开双机的。开双机的。嘿，像你这束若要来配哦，得配较浅色化，譬如讲像这。哦，粉红色的。没变呢，一定要399。哦，可以穿去喝喜酒，可以穿很久。哦，哇，这有阿文呢。你讲为什么这爱有一个空啊？这是要创啥？迄无空的是一个领花，较好看的。较好看，所以会当有一个花，嘿，对对，唔是插花啦，是插花。算伊迄个花，这是你用好看的。头家，这是我的裤还是我的衫？你的裤。啊，你摕这个画，这是啥？这叫做粉头，这唔是粉饼啦，这是粉头。粉饼是要咧切面，对对。这是粉头哦。对对。啊，你要敢唔敢试看卖？你若要学师啊吼，爱甲我签契约，签3年4个月。遐个为什么？要做束西装无遐尼简单啊！哦。哎呀，所以讲爱3年4个月。啊，你若走去的时阵吼，你就爱等下清饭顿钱。饭顿钱啥？你伫我这拢食饭啊，拢食我的呀。我甲你教下呢，你随走。哦，袂使。所以讲爱3年4个月。来，王一家签落签落。安尼签好，安尼来，安尼我就甲你教，这就是安尼弯安尼起来。你几点？哎。歪去。袂使好歪去。袂使歪去，啊歪去啊呢？安尼敢袂使？安尼就是要准啦，啊，就你得来个聊滴，嘿，安尼。好。嘿。安尼。好。哎呦，袂稳呢。啊，打你学成本袂稳呢。啊，若个安尼你就随会稳啊，安尼我都免甲你教。哦，嘛是吼，我就甲你出师啊。嘿。我哪会加起来怪怪？哪会加袂落？哦，有啊，安尼。哦，对，安尼对。抓着机卡。安尼你这巧巧，你这念你就出师啊。唔免3年4个月啦。哦。3礼拜就好。好，我安尼教足慢的呢。师傅，你敢会当示范一下？我看你教偌紧。啊，这慢慢啊教尔，你学唔免加紧。好，精准较重要。对，嘿。你是我5倍的速度呢。安尼就一领扣起来啊。这就是我的扣，这个扣足合适的呢。嘿，定做的就是安尼，嘿，你裤拢加好啊，你男朋友较还袂来。想要看我男朋友吗？系啊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嘉的男朋友阿叶，叶来叶去的叶。头家，你这束西米露做得袂歹哦，真下输哦。这是手工的，所以讲做起来拢会做下输。好，安尼我要结婚一年找你来做几束西米露。好，以后较过来。无问题。好，拜拜。拄则我讲，我3礼拜就会当学会晓这个西米露的制作方式，其实是讲生笑的。因为我拄则伫边仔看到师傅遐尔高工的制作过程，我就知影，无怪伊一定要3年4个月才会当出师。而且大家人的形体本来就无共款，所以差一寸其实就会差足济啊。伫这个大家拢买变的时代，师傅嘛是真坚持，一定要用手工落去做大家人无共款的西米露。不过我感觉推广西米露
路上困难的所在，就是我袂当直接用讲的甲伊讲哦，有偌好看偌简单，恁真正是爱家己亲落，你才知影讲，这就是我的西米露。